大家好，我係輔導幼稚園 K3B 何傲恆。弟子規總序，弟子規成人訓。首孝悌，次謹信。泛愛眾而親仁，有餘力，則學文。一則孝，父母呼，應勿回。父母命，貧勒難。父母教，須警惕。父母責，須順承。冬則溫，夏則靜，人則死，分則定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居有常，焉無變。事雖小，勿擅為。有善為，是眾規。物雖小，勿私藏。有私藏，親心傷。親所好，力為具。親所惡，將為去。親有傷而親有惡，不有傷而親疏。親愛我，孝何難。親親我，孝方賢。親有過，諫使奸。言唔聲，又唔息。諫不入，怨復教。好一隨，拍無語。親有責，若思想，晝夜侍。不離床，喪3年，常非醫。居轉變，就欲全。喪盡禮，祭盡誠。是死者，如是生。多謝大家。